真不要脸，又开始。他来干嘛？你说来干嘛？汪兰，走错教室了吧？学姐，我今天换课。换课？谁让你换的？不要以为我们不知道你来干嘛，识相的赶紧走。哎，娇娇，怎么了？快上课了，早点回座位吧。真不要脸，又开始。干嘛？我来好好学习啊。哦。另外还有件事想跟你说。不想听。听听无妨嘛。之前你帮我集训，我还挺感激你的。其实上次那件事儿，我不该冲你发脾气，说些奇怪的话。虽然那个视频有些风言风语，但是我相信啊，苗学长绝对不会往心里去的。哦。就知道哦，这跟李公子完全不是一个人，好不好？唉，人比人，气死人了。要在别人背后说坏话，当心会有报应。那个，我怎么可能说坏话呢？我是因为昨天没睡好，眼睛有点疼。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我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做皓月，张老师生病请假了，所以这学期的英语课由我代课。这年头什么事啊？学老师还看颜值的，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啊？就没出息。好了，那我们先看看张老师上次上到哪里了。不行了，不行了，我扶本宫一把。别闹了。你有没有觉得这个老师有些眼熟啊？你又发作了是吧？你当我没说过？你不是说换课吗？是换课啊。既来之则安之嘛，给我乖乖坐着，不许动。你知不知道，你这不是在帮他，是在坑他。是帮还是坑，得看我家汪兰怎么说。反正我告诉你，你别再想偷偷摸摸干坏事。从现在起，你不许离开我的视线。凭什么？就凭我曾经喂过你、养过你，是你的主人恩人。你还好意思说？你除了折磨我、训我、薅我毛之外，你哪点对我有恩了？薅你毛都算轻的，你怎么不说你给我捣过多少乱？总之，你算是落在我手里了。看我以后怎么慢慢驯养你。哎，狐狸，你怎么来我们班了？汪兰呢？汪兰追一班了。他去。
多嘴你能死啊！我最后警告你一次，你要是再这样，我可不客气了。你敢？你要是敢动一下我，我就让师傅把你打回原形。我不跟你们解释。A letter to God。老师，我想申请旁听。哎，学校你有规定，出去吧。老师，我们班已经有旁听的同学了，您还是让他进来吧。就是啊，老师，他也是旁听的。哎呦，大家都这么踊跃啊，好喜欢上我的课是吧？啊，好，这样吧，既然大家都这么喜欢，那么等等大家都别走，我给各位单独多加一节课，怎么样？哎，老师不用辛苦了，我就凑合听这节课就行。站着，不会让你进来吗？哼。串课的同学们，都到后面坐着。谢老师啊。哎，还有啊，那位女同学，别老缠着学长了。你送完东西还要去哪儿啊？回宿舍睡觉。睡觉？哎，睡觉倒是可以，不过下午击剑社训练除了击剑馆，你哪儿也不许去。烦不烦啊你？这里，小保镖做的怎么样啦？别提了，各种嫌弃。你跟苗里的事，你都考虑清楚了？我都想清楚了，无论如何，我都要先搞清楚状况。如果他真有什么事儿，我也不会坐视不管的。不过你俩别担心，我不会有事儿的。去，别在这儿碍事，赶紧打饭去。又欺负我？哟，你还学会告状了是吧？你是罪有应得，欺负你都是轻的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你们两个不要闹矛盾了。我知道你们俩都是为了我好，那可未必。你看 ，stop！ 你们俩呀，都是我的后宫亲友团，从现在开始要团结友爱，互帮互助，不许闹矛盾，听见没？不然我可要不开心了啊！白龙，哎，你不是街头学姐旁边那个吗？别叫我学姐，我叫钱翩翩。有事儿吗？听说你在 B 站做直播很有名，不知道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动漫社？哦，动漫社啊？嗯，没兴趣。哎，等等，你再考虑考虑，我们社团活动很多。活动很多？对对对，我们有校园季、漫展，我们还要拍一个宣传片儿。宣传片儿？婉兰，干嘛？我刚加入动漫社，然后有个忙想让你帮着我。你怎么突然对动漫社感兴趣了？本来吧，我是拒绝的，架不住那钱翩翩嘛，他老求我，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。啊，钱翩翩啊，他是不是喜欢你啊？这女粉丝嘛，这能理解。再怎么说，我也是那个 B 站3剑客之首，对不对？嗯，允许追星。怎么样，帮我？不行，没空。哎，耽误不了你多长时间。哎呀，好，行了，赶紧走吧。哦，等你答应了啊。行了。
专心点，手抬高一点。学长，你训练完以后要去哪儿啊？我知道，是不是有陶艺课？你问那么清楚，该不会又想来烦我了吧？我没说我要来烦你啊。训练就是训练，不是聊天室。校级联赛马上要开始了，能不能长点心啊？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个任务，鉴于今年大赛在我们学校办，校长要来看一眼。社团里面有一个横幅要重新刷，光蓝由你来负责安排。怎么又是我呀？你不想弄的话，也可以交给别人。郝月，师兄，干嘛？大晚上拉拉扯扯的，给别人看见了，以为我们两个啊？你今天去代课了？哎，师兄，这么关心我啊？是啊，我老是在学校里出现，总是要有个身份掩护一下的嘛。而且我觉得当老师挺好的啊。哎，我们两个现在是同事呢。你做什么我不管，但是不要再轻举妄动了。师兄，你太莫名其妙了，又要开始教训我了。我可是什么事都没有做啊，很无辜的。无辜吗？他们两个因为另外一个世界的事，不但没有分开，反而越走越近。你终于坐不住了吧？师兄，难道你就不着急了？这个事不是你一个人的事，我怎么做，我心里有数。皓月，不能再那么做了。